開打前1個月仲掛住睇 show 同女女玩。Co-main event 又有人傷搞到臨時拉夫，但成就咗一場2番戰。Main card 賽事2場 first round finish， 1場 KO， 1場 submission， 邊個先係你心目中嘅 performance of the night 呢？大家好，歡迎嚟到 fight.com.hk 嘅 MMA 賽事簡報環節，熱鬥 offline， 我係 Anthony。美國時間3月8日舉行嘅 UFC 313 Alex Pereira 對 Magomed Ankalaev 終於順利喺美國拉斯維加斯完成啦。Ankalaev 喺2024年10月嘅 UFC 308中出色嘅表現，令佢成功 call out 到 Light Heavyweight 嘅冠軍 Pereira， 得到挑戰冠軍寶座嘅珍貴機會。機會可能只得一次 ，Ankalaev 當然日以繼夜奮力訓練，希望到時再有好成績啦。反觀衛冕嘅 Alex 哥備戰情況就完全唔同。首先佢俾人影到睇完2月頭澳洲嘅 UFC 312賽事，大哥不單未有立即動身翻去操練，反而喺澳洲留多1個星期去睇 Drake 嘅演唱會，仲同 Drake 握晒手。雖知 Drake 出晒名搏擊界黑仔王，邊個同佢握手合照都冇乜運行嘅喎。得嚟佢翻去訓練啦，又爆出佢年後同個靚女 fitness model 一齊練拳，嗱真係影到練拳咋，冇其他嘢啩？又睇 show 又同女女玩，差在未打埋個邊爐，搞到破壞之王咁啫。難怪 DC 都忍唔住話今次挑戰者 Ankalaev 絕對係惡打，叫大哥快啲翻去認真訓練啦。到底 Alex 哥呢個地獄式死亡特訓能唔能夠幫佢再次成功衛冕呢？講翻5場 main card 賽事，第一場 lightweight 嘅比賽由美國選手 King Green 出戰巴西選手 Mauricio Roufy 嘅，全場攻防動作唔多 ，Roufy 繼續表現佢閱讀拳賽嘅卓越能力啊！賽事去到第1回合中段 ，Roufy 逼咗 King Green 埋龍邊之際，突然左拳一揮 flick 到 King Green。再順勢右腳一個 spinning high kick， 腳踭踢中 King Green 嘅雲精 ，King Green 當場應聲倒地。就係咁樣 ，Roufy 喺第1回合嘅2分07秒以 KO 勝出今場賽事，亦贏得今晚其中一個 performance of the night。賽後 Joe Rogan 訪問佢嚟緊想 call out 邊個 ，Roufy 都好 humble 咁話睇老闆安排啦。第2場2位巴西英雌嘅對戰，由排名第5嘅 Amanda Lemos 出戰排名第7嘅 Yasmin Lucindo 嘅。Lucindo 頭2回合都諗住先發制人進攻，但好快都俾 Lemos 帶落地下，然後俾 Lemos 喺上位 ground and pound。去到第3回合 ，Lucindo 一開始就全力進攻，更一度帶咗 Lemos 落地下，晒狂操添啊！不過經驗豐富嘅 Lemos 都成功轉得翻出嚟，再反壓翻 Lucindo 嚟打。最後3個回合過去，呢場咁樸實無華嘅比賽，3位裁判以 unanimous decision 一致判定 Lemos 勝出。第3場 lightweight 嘅比賽，由美國選手排名13嘅 Jalen Turner 出戰智利選手 Ignacio Bahamondes 嘅。賽事初段雙方先嚟一輪高頻率嘅拳來腳往， Bahamondes 一次剔單唔成功，進入地戰，但俾咗個上位 Turner 嚟打。好在 Bahamondes 都可以入翻個格防守翻啫。進入比賽中段 ，Bahamondes 準備喺 close guard set up 進攻。當 Turner 準備過格嘅時候 ，Bahamondes 巧妙地 circle 咗隻右腳，令到 Turner 右手留翻喺個格入邊。當 Turner 以為可以 pressure pass 之際，其實自己已經跌入咗 Bahamondes 嘅 triangle lock。隨着 Bahamondes 再攞埋 Turner 嘅左腳，整個 triangle choke 都已經成晒形，仲越收越緊。結果賽事喺第1回合嘅2分29秒 ，Bahamondes 成功以 triangle choke 降服 Turner， 贏出賽事，亦贏得今晚另一個 performance of the night。勝出嘅 Bahamondes 就當然開心啦，但那邊傷嘅 Turner 就慘啦。輸咗呢場比賽，29歲嘅 Turner 亦都宣布自己退役，話自己團伙已經唔喺 MMA 度。29歲其實仲當打啫，希望佢翻屋企冷靜翻下先，再決定啦。第4場 lightweight 嘅賽事，當晚嘅 co-main event 由排名第3嘅美國選手 Justin Gaethje 出戰排名11 short notice 上陣嘅阿塞拜疆選手 Rafael Fiziev。
基茨嘅對手本來係排名第6嘅紐西蘭選手 Dan Hooker 嘅，點知 Dan Hooker 開賽前2個星期宣布自己訓練時整傷隻手，無奈退賽。結果大會又要揾人捱義氣，揾咗 Fiziev 頂硬上，成就咗兩位自2023年3月 UFC 286之後嘅再一次對戰啦。第一回合初段，基茨諗住踢 Fiziev 嗰陣失咗平衡，搞到自己跌低 ，Fiziev 立即上前進攻。得嚟基茨企得翻起身 ，Fiziev 再發動多次剔單，帶基茨落地。好彩最後都俾基茨一化解。第二回合雙方互有攻守，但基茨就打翻正常好多，不斷放拳揾機會埋身，再殺入 Fiziev 嘅中路打 dirty boxing。第二回合尾段，基茨連避2下 Fiziev 嘅 combo， 再埋身捉住 Fiziev 個頭，一個右 upper 落單咗 Fiziev 落地，再關 M pound。好在 Fiziev 都頂得住，捱過第二回合。第三回合雙方再加快啲拳腳節奏 ，Fiziev 繼續大開大合，但基茨嘅 heavy shot 越打越有效，試過一個埋身 clinch 住 Fiziev， 再突然近距離高踢打中對手。去到比賽末段，基茨基本上已經控制晒大局，不斷埋身壓住 Fiziev 打 dirty boxing。最後3個回合完結，3位裁判以 unanimous decision 一致判定基茨勝出。呢場比賽除咗攞到當晚 Fight of the Night 之外，賽前話再俾人 KO 就退休嘅基茨都唔使咁快退役啦。最後一場 Light Heavyweight 嘅賽事，當晚嘅 Main Event 由排名第1嘅俄羅斯選手 Magomed Ankalaev 衝擊現任冠軍巴西選手 Alex Pereira 嘅一場非常策略性嘅比賽。衛冕冠軍鋪攤第一回合不斷低掃 Ankalaev 前腳，諗住累積傷害，但第二回合 Ankalaev 頂得住，仲以拳腳還擊，末段更加一拳打中鋪攤塊面，差啲落單。第三回合，鋪攤再加大輸出，狂踢 Ankalaev， 再加出拳 combo， 點知 Ankalaev 第4回合都頂得住，仲 shoot 咗鋪攤埋龍邊 control。進入第5回合，鋪攤繼續諗住低掃加高踢，希望了結對手，但係 Ankalaev 依然頂得住，再以拳腳還擊，末段更加 shoot 咗鋪攤埋龍邊，攞到個 back control。最後雙方幾經辛苦捱過5個回合，3位裁判以 unanimous decision 一致判定 Ankalaev 勝出，新嘅 light heavyweight 冠軍就此誕生。不過呢場咁策略性嘅賽事同結果，似乎現場觀眾唔多收貨。公佈結果當刻全場一片噓聲，就連主席 Dana White 望到個賽果，面口都唔多好睇啊！賽後 Joe Rogan 上台訪問 Ankalaev， 表示呢條冠軍腰帶佢望穿秋水，終於得到手。雖然比賽過程同佢預期有少少落差，但都叫得償所願啦。亦多謝佢嘅團隊同國民嘅支持。反觀輸咗嘅鋪攤，Joe Rogan 問佢想立即 rematch 定係休息陣先啊？鋪攤就話唔急於 rematch， 休息幾日後再投入訓練，訓練完一輪先至再打。事實上，鋪攤都唔係第一次衛冕失敗。當年喺 Middleweight 2番戰俾 Adesanya KO 失落咗條冠軍腰帶之後，佢都痛定思痛，沉澱咗一輪，最後復出升榜打 Light Heavyweight 攞翻條腰帶。不過今次沉澱之後，到底佢會繼續打 Light Heavyweight 定係再升榜打 Heavyweight 呢？打 Heavyweight 咁莊中咪可以名正言順等佢打？唔知各位拳迷又點睇呢？5場賽事嘅簡報就告一段落，再一次感謝各位同我哋重溫呢晚比賽啊！下一場 Pay-Per-View 賽事 UFC 314將會喺美國時間4月中舉行，我哋到時再同大家 offline 簡報。當然，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有動力繼續做落去。密切留意 fight.com.hk， 我哋下次見。